上高期间代代相吃，那回归以后嘛，心情开朗。最近交头啊，侬就连着为观众朋友播出与妇女新织部活动的冠军6月下到苏州美食家和我风来了，连麦主持的国庆特别节目《苏州小吃天天乐》。这个前2天呢，叫儿子饲养着，那么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反映着。成都呢，讲馒头了，3毛以来讲到多少点？不今朝你活花样，叫人一种苏州特有的饼，那一道来看看看。那前2天呢，荷兰式大米一袋一袋点心已经吃至4袋载，有甜的，有咸的，还有生煎，还有汤拌，那么今朝啥么子讲？今朝是吃虾，吃大虾？不是个，虾是一个虾是个，叫虾壳王。哦，虾壳王，我不能看啊。那个，3个五像虾壳这个。黄的。蟹壳黄又名千层饼，是苏州的传统特色小吃。虽然名气很响，但是现在真正在卖售蟹壳黄的店铺却不多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做蟹壳黄要起一层一层的酥，制作工艺非常复杂，很多店家都不愿意揽这个麻烦活。因为你不起个熟呢，对那个张饼呢是不一人一人的，那没人来不熟，不熟不就不成为好苦啊。和许多的传统面食相同，蟹壳黄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和面，但是这面可不是简单一和就行，中间还要放入不少配料。首先放入少许猪油，让蟹壳黄的皮子更加鲜香。接着要放进一些水和食用碱，让蟹壳黄在烤的时候能够发起来。做完皮子，第2道工序叫做起酥。我们吃蟹壳黄的时候都习惯说它很酥很香。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，这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所谓鱼酥呢，就是拿鱼打面粉揉了一袋，一点点水也不用的，所以叫起酥。过去辰光呢，反正侪用人工擦的，现在呢，就配比下子面粉打这个鱼呢，可以把它煎过去的煎，可以爆，所以上头不伤人力。实际上呢，搿质量更加好。啥个比例呢？就是1斤面粉大概6两到7两荤包下去，手鱼当然也可以，但是荤鱼肥，手鱼呢有个鱼腥气的。喜欢手鱼呢，是叫起神，就是拿面头拿个鱼酥摆了当中，那么拿擀面上擀啊，一人比2人，2人比4人，4人比8人，8人比16人，实际上一人一人呢，就是做个4、5次呢，才成功。相当酥的搿一张面皮，还是一只好渴望的一张皮子。看明白了起层的要领，陆艳华决定亲自来试一试。虽然讲本事不好嘛，腔调也像，语声性也不好啊。那先生先我来，让我来试试看。啊，是哪往外头是吧？往一上。哦。一趟呢，就是讲又是一趟菜，那么等下再翻起来再来一趟呢，才可以做菜，是吧？那么我也是完成这一台工序啊。起完层之后，蟹壳黄最复杂也是最累人的工序也就完成了。接下去就是往这皮子里包馅料。该只是咸的、滋鱼的，那么对你为菜再葱，叫葱滋鱼的，那么是咸的，一般是大家才欢喜吃的。那么该只是玫瑰的，玫瑰的呢，过去的话好渴望是没的，很少的。那么现在还是创新，还是符合现在一些顾客的需要。对个，还多只品种。那么过去辰光甜的呢，黑芝麻的没的，谁包点白糖？那为啥包黑芝麻呢？包黑芝麻的香。看来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蟹壳黄的馅料也是不断推陈出新。但是不管怎样，蟹壳黄的制作方法却始终保持着最传统的工艺。胡老师，那我看你先包猪油是吧？再包葱，那么烧起不生一点，拿个葱啊拌拌了猪油里向面一大拌进去。不好吃的，不好吃的。你拌进去，个葱要烂脱。这个葱呢，被盐做盐切，是香新鲜。那么现在
猪油包上去，葱包上去，搿猪油前吃拿葱得了，一进吃下去，对面一勾，前吃搿个葱散了，猪油面了。葱猪油，侪是气里上香。哦，不是拌了一道。拌了一道，三个里关猪油关猪油一人，葱关葱一人。对，所以说，苏州人的点心侪是很开究。后来我晓得在，那干孩子呢，麻了就再芝麻汁。在芝麻之前，上台会太人么子。哦。你看，太人是黄辣辣的，是蛋粉。哦。擦上蛋粉，蘸上芝麻，这蟹壳黄终于是做好。现在我们把它们放进电烤炉里烤制。谢罗，那好看吃卤子啊！哦，那个阿漂亮。哦，漂亮，一只只拍起来。啊，是个。真的像11个里的大肠哈，4公我个苏州传统小吃了，还不是一人不比的，原来好看是贴炉的。但是我看看你弄堂看看，随便一张hàng子，还是拍脱只底，下头是生煤炉的，是生煤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是不用煤的，就是用电炉。电炉那个一个是均匀。烘出来的么子哈，另外一个呢不污染。哦，本来是个煤嘛，总会得烟火气的。不是烟火气，那煤有里向有雷的，有雷的，这种总会特别干净的，难免有一点点味道。10多分钟之后，烘好的蟹壳黄正式出炉了。但蟹壳黄看起来漂亮，闻起来喷香，吃的时候却还要格外当心。做啥？搿里向有股气的，今年吃起来呢，先拿来压一压，压那个气出去的。哦，一个拍起来个里向一股气，一股气。叫师傅当时硬我压上去，搿是拍一拍。所以搿只饼呢，又是酥，又是香，又是菜，咸个是肥，还是甜个呢？那不懂。那，所以说，不管男人小人，来得80岁，先得水里菜，哪怕摆了水里。你3回去吃个，后来是啊，其实哈壳黄呢，配白茶呢，但整个是相对一张。对。哈壳黄相对来讲，因为你比较熟了，那么相对来讲比较干的。对的。那么假使成人上干吃呢，不吃茶呢，过去搿只豆筋是阿里的。名声在线，记者。过去辰光呢，反正侪用人工擦的，现在呢，就配边下子面粉搭这个鱼呢，可以把它煎过去的煎，可以泡。所以上特不杀人力，实际上呢，搿质量更加好。啥个比例呢？就是1斤面粉大概6两担7两荤包下去。手鱼当然也可以，但是荤鱼肥，手鱼呢有个鱼腥气的。起完手鱼后呢，直接起神，就是拿面头拿个鱼酥摆了当中，那么拿擀面上擀啊，一人变2人，2人变4人，4人变8人，8人变16人。实际上一人一人呢，就是做个4门次呢，才成功。相当酥的搿一只面皮，还是一只好渴望的一只皮子。看明白了起层的要领，陆艳华决定亲自来试一试。虽然讲本事不喊么，腔调也像，是语声声也不喊啊。那先生先让我来试试看啊。是哪忙外头是吧？忙一场。哦，一场呢，就是讲又是一趟菜。那么等下再翻起来，再来一趟呢？黄的蟹壳黄又名千层饼，是苏州的传统特色小吃。虽然名气很响，但是现在真正在卖售蟹壳黄的店铺却不多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。因为做蟹壳黄要起一层一层的酥，制作工艺非常复杂，很多店家都不愿意揽这个麻烦活。因为你不起个酥呢，对搿只饼呢，就不一人一人的，那没人来不熟不就饭成为好苦啊。和许多的传统面食相同，蟹壳黄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和面，但是这面可不是简单一和就行，中间还要放入不少配料。首先放入少许猪油，让蟹壳黄的皮子更加鲜香。接着要放进一些水和食用碱，让蟹壳黄在烤的时候能够发起来。做完皮子，第二道工序叫做起酥。我们吃蟹壳黄的时候都习惯说它很酥很香。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，这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
收尾鱼手呢，就是拿鱼搭面粉揉了一台，一点点水也不用的，所以叫起手。上高期间谈谈小吃，那回顾一下嘛，心情开朗。最近街头啊，侬就连续为观众朋友播出与妇女新滋补活动的冠军6月号到苏州美食家后我风来了连麦主持的国庆特别节目《苏州小吃天天乐》。这个前2天的介绍子四样子，那么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反映着。成都呢，讲馒头了，3毛1来讲到多少点？那么今朝你我花样，教着一种苏州特有的饼，那一台来看看看。那前2天呢，后来是大米一台一台点心，已经吃至4台在，有甜的，有咸的，还有生煎，还有汤板，那么今朝啥么子讲？今朝是吃虾，吃大闸蟹。不是个虾是一个虾字的，叫虾壳王。哦，虾壳王。哎，我本来看啊。哦，那个，3个我像虾壳这个。哎，我开始做在是吧？哦，那么我也是完成这一台工序啊。起完层之后，蟹壳黄最复杂也是最累人的工序也就完成了。接下去就是往这皮子里包馅料。这张是海的，至于的，那么对你还再葱，叫葱至于的。那么海的一般是大家才欢喜吃的。那么这张是玫瑰的，玫瑰的呢，过去的话好口味是没的，很少的。那么现在还是创新，还是符合现在一些顾客的需要。对个，还多只品种。哎，那么过去辰光点的呢，黑芝麻的没个，谁帮点白糖？那为啥帮黑芝麻呢？帮黑芝麻的香。看来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蟹壳黄的馅料也是不断推陈出新。但是不管怎样，蟹壳黄的制作方法却始终保持着最传统的工艺。胡老师，那我看你先把猪油是吧？再把葱，那么烧起发生里头，那个葱啊拌拌了猪油里向面一台拌进去。放吃个，你拌进去个葱要烂脱。这个葱呢，拌盐做盐切是香新鲜。那么现在猪油包上去，葱包上去，搿猪油里吃拿葱得了，一进吃下去，对面一勾，而且搿个葱散了猪油面了。葱猪油，侪是气里上香。哦，不是拌了一台。拌了一台，这个里关猪油关猪油一台，葱关葱一台。对，所以说苏州人的点心才是也看究。后来我晓得在，那干孩子呢，麻来头再芝麻在。在芝麻之前，上台还太人么子。哦。你看。太人是黄辣辣的，是蛋粉。哦，擦上蛋粉，蘸上芝麻，这蟹壳黄终于是做好。现在我们把它们放进电烤炉里烤制。谢罗，那好看吃卤子啊。哦，那是那个漂亮。哦，漂亮，一只只拍起来。是个。真的像。11个里的大闸蟹，我你个苏州传统小吃了，还不是一人不比的，原来好看是铁路的。后来我晓得在，那干孩子呢，麻来头再芝麻在。在芝麻之前，上台还太人么子。哦，你看太人是黄辣辣的，是蛋粉。哦。擦上蛋粉，蘸上芝麻，这蟹壳黄终于是做好。现在我们把它们放进电烤炉里烤制。谢罗，那好看吃卤子啊。哦，那是那个漂亮。哦，漂亮，一只只拍起来。是个。真的像。11个里的大闸蟹，我你个苏州传统小吃了，还不是一人不比的，原来好看是铁路的。但是我看看你弄堂口的随便一只hàng子，是拍脱只鸡，下头是生麦炉的，是生麦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不用麦子，就是用地炉，地炉那个一个是均匀，
烘出来个么子哈，另外一个呢不熬熟。哦，本来是个麦嘛，总会得一口哎，气或者一口气，那麦有里向有泪个，有泪个，这种特别固定个，难免有一点点味道。10多分钟之后，烘好的蟹壳黄正式再冲，加葱之余的，那么海个一般是大家才欢喜吃的。那么该只是美国的，美国的呢，过去的话好口黄是没个，很少的。那么现在还是创新，还是符合现在一些顾客的需要。对个，还多只品种。哎，那么过去辰光点个呢，黑芝麻个没个，谁包点白糖？那为啥包黑芝麻呢？包黑芝麻的香。看来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蟹壳黄的馅料也是不断推陈出新。但是不管怎样，蟹壳黄的制作方法却始终保持着最传统的工艺。胡老师，那我看你先把猪油是吧，再把葱，那么烧起发生里点那个葱啊拌拌了猪油里向面一大拌进去。放吃个，你拌进去个葱要烂脱。这个葱呢，拌盐做盐菜是香新鲜。那么现在猪油包上去，葱包上去，搿猪油里吃拿葱得了，一进去我就对你一勾，而且搿个葱散了猪油面了。葱猪油侪是气里上香。哦，不是拌了一道。拌了一道，不。这个里关猪油关猪油一人，葱关葱一人。对，所以说苏州人的点心侪是也看究。啥个比例呢？就是1斤米粉大概6两担7两荤包下去。手鱼当然也可以，但是荤鱼肥，手鱼呢有个鱼腥气的。起完手鱼呢，直接起神，就是拿面头拿个鱼手摆了当中，那么拿擀面上擀啊，一人比2人，2人比4人，4人比8人，8人比16人，这样一人一人呢，就是做个4、5次呢，才成功。相当熟的搿一只面皮，还是一只好口黄的一只皮子。看明白了起层的要领，陆艳华决定亲自来试一试。虽然讲本事不还没强烈也强，是鱼生鲜也不还啊。那先生先让我来试试看啊。是哪忙外的是吧？忙一呢？哦，一趟呢，就是讲又是一趟菜。那么等下再翻起来再来一趟呢，才可以做菜是吧？啊，那么我也算完成这一单工序啊。起完层之后，蟹壳黄最复杂也是最累人的工序也就完成了。接下去就是往这皮子里包馅料。该只是海个、猪油个，那么对你为上高期间谈鲜吃，那回购以后嘛，心情开朗。最近街头啊，侬就连续为观众朋友播出与妇女新直播活动的冠军。6月1号，到苏州美食家后我风来了，连麦主持的国庆特别节目《苏州鲜吃天天乐》。这个前2天的介绍子4样子，那么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反映着，说你都呢讲馒头了，3毛1来讲到多少点？不今朝你我花样，教人一种苏州特有的饼，那一台来看。那前2天呢，后来是大鱼一台点心，已经吃至4台菜，有甜个，有咸个，还有生煎，还有汤拌，那么今朝啥么子讲？今朝是吃虾，吃大虾。不是个虾是有个虾字个，叫虾壳黄。哦，虾壳黄。我本来看啊。这个我像虾壳这个。黄个。蟹壳黄又名千层饼，是苏州的传统特色小吃。虽然名气很响，但是现在真正在卖售蟹壳黄的店铺却不多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做蟹壳黄要起一层一层的酥，制作工艺非常复杂，很多店家都不愿意揽这个麻烦活。因为你不起个酥呢，对那个搿张饼呢，是5个一人一人的，那每人来不熟不就饭成为好苦啊。和许多的传统面食相同，蟹壳黄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和面，但是这面可不是简单一和就行，中间还要放入不少配料。首先放入少许猪油，
让蟹壳黄的皮子更加鲜香。接着要放进一些水和食用碱，让蟹壳黄在烤的时候能够发起来。做完皮子，第二道工序叫做起酥。我们吃蟹壳黄的时候都习惯说它很酥很香，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，这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酥为鱼酥呢，就是拿鱼搭面粉揉了一团，一点点水也不用的，所以叫起酥。过去辰光呢，发呢侪用人工擦的，现在呢，就配比下子面粉搭这个鱼呢，可以把它煎过去的煎，可以泡，所以上头不杀人力，实际上呢，搿质量更加好。